到咧係3隊同時列陣出場，就係來自我哋今次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舉辦地點廣東省、香港特別行政區，仲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嘅代表一齊進場。我必須要一提咧，就係我哋香港嘅持旗手趙顯津啊，咁佢聽日咧都會有賽艇嘅比賽，咁但係今晚咧都要做持旗手，咁啊大家一齊為佢打氣喎。咁啊當然啦，喺廣東省嘅持旗手咧，亦都係我哋非常之熟悉啊！喺男子跳水項目方面嘅2屆奧運金牌得主啊謝思埸咧，咁啊亦都嚟到係擔任廣東省嘅持旗手啊。而澳門特別行政區咧嘅持旗手就係嚟自武術套路嘅黃詠欣啦。咁亦都係咧今次非常之特別，可以3個地方嘅隊伍嘅運動員咧都可以一齊進場啊！哇！今次好大陣仗啊！廣東省嘅派出咗咧接近2000名嘅選手參賽，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亦都咧係派出咗歷嚟最大規模嘅代表團啊！有1362名嘅運動員參加咧，合共有28個嘅競賽項目，仲有23個群體項目嘅賽事啊！咁啊，去全力去推動大灣區嘅體育產業融合發展啊！咁我見到咧喺開幕式呢度咧，除咗有運動員之外咧，亦都有體育學院嘅入面一啲治療師啦，一齊去參與今次嘅開幕式嘅喎。記住2句説話：激情全運會，活力大灣區。亦都今次係我哋粵港澳3地舉行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亦都係喺全運會史上第一次咧喺咁大規模地去舉辦呢一次嘅盛事啊！